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5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全台湾的气温会回升，不过明仔载温度阁会降低。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透早各地低温是伫咧18度至22度，日时的高温北部甲东半部是25度至27度，中南部有甲28度。也那偏湖是22度至24度，金门是18度至23度，也那马祖是17度至20度。离岛规工拢是真舒适、小可凉凉的天气。也那今仔日西半部甲偏湖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明仔载方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甲宜兰日时的温度会开始降低，而且愈暗会愈冷，低温差不多是伫咧17度，天气会变较湿湿、较凉凉。提醒民众都要会记得穿好少。这礼拜温度会有较大的变化，拜二受到风面的影响，水汽会变较高，天气嘛较凉凉。到拜三的时阵，有一波冷气团会到位，天气会变较大冷，上悬有可能会降到10度，而且会小连续寒4天。有专家讲，即届低温有可能会一路一直寒到12月初。外口开始出现把握最后的好天气，这几天东北季风减弱，温度慢慢回升。拜也是有好天气，全台湾会明显回温，北部有机会来到27度。按过今年头一波冷气团，特别伫拜三正式报道。26号周二的时候，温度又会开始有明显的下降的情形，尤其是26、27，这个温度下降幅度非常大。就是在北部、东北部地区。可能跟现在来比的话，温度可能会下降8到10度左右。穿少的衫爱提早准备，为拜二就开始转变，锋面通过，东北季风会增强，先有10个冷的天气。拜三冷气团一个来，会先变做大冷的天气。全台湾降温会真有感觉，最低温可能会降到10度，甚至会连冷4天。冷空气的强度，再加上所谓的辐射冷却的效应目前看起来在28号深夜、29号清晨，苗栗以北沿海空旷地区低温可能会来到10度上下那有没有可能直接挑战强烈大陆冷气团我们可能还在观察。专家预测，大陆冷气团侵袭了后，无排除低温延续到12月初，甚至升温到强烈冷气团的等级，值得观察。不过无论如何，这波低温来得真凶，出门会记得加套衫穿好少。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最近称在有人透过网络以资产管理或者是财务顾问等等的名义，就要买保险，而且这拢是无经过主管机关核准境外保险的商品，这嘛红号做是地下保单。金管会提醒民众，这地下保单有真大的风险，而且无适用保险法，呼吁民众千万都唔通买，确保家己的权益。来看《自由时报》。捡到物件，真侪人拢会提去警察局。不过，若亲像菜色、果子这种保存期限真短，而且这会去领的人佫无侪，这互警方是头壳摸咧烧。基层的警察希望法规会当缩短公告招领的时间，伫3天内，或者是直接互警方有裁量权。过来看《联合报》。台铁这个月初2有一台新型的自强号，原底会伫咧海端站这站，甲另外一台401的列车会车。不过，这台新型的自强号，迄当阵档也已经大，不过还是无法度停落来，而且继续行超过2公里，造成铁基路顶悬互火车等外的装置受损。也让原底要会车的另外一台火车，因为收到通知，就随停车。落尾这2台火车是遥离差不多2公里远，加载是无相容。那这代替的问题、安全问题嘛，各一届受到大家关注。继续来关心，在中华二林昨昏举办公益的马拉松比赛，结果有一个9岁查甫囡仔去互一台旅行车撞到，当伤不幸死亡。主办单位讲有申请路权，这路口嘛拢有采交通损。不过，这个驾驶是讲，迄个路口并无管制，伊嘛无看到这个囡仔，到底是安怎会发生这个车祸？也要调查。
救护车赶到现场，边的人已经伫进行急救。也那伤者是一个9岁查甫囡仔，当时已经无生命迹象。虽然当时赶紧有送病院，也不过因为这个囡仔伤势相当，最后也是伤过不治。他来的时候头部多处挫伤，并有耳漏、鼻漏的状况。他是欧卡送过来，然后经过我们急诊大概1个小时的急救，那人没有恢复自发性的呼吸心跳。24早起7点外，彰化梨林有一场公益路跑的马拉松。当时，这个9岁姓陈的查甫囡仔甲老爸斗阵参加路跑，伫经过梨林镇的女林路这个3车路口时，好死因为10多人所赛车弄倒，伤势是真严重。民众讲，当时交通管制真松，无啥人伫管，造成人甲车烧真路。今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怎么只有一半，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只有封一半而已。就是我只看到就是加。一半系倒的啊，然后一半嘛是搁有车咧走啊咧。迄都无照管，迄照管头到遐有，咱嘛无法度入来啊。你意思讲你行啊出来迄个所在无照管？遐拢无。造成事故，这个司机讲，当时这路段并无交通管制，伊讲无意驶入去赛道。也来主办单位是讲，举办路跑已经有11年啊，对这事件表示真遗憾，也强调赛道拢有申请路权甲交通管制，并且派人员扫道。那有三角锥做区隔，很详细的区隔，人员做standby 在旁边。说案发当下，那现场是有交管人员的。是的，没错。有关事故原因本分警以主办单位伯利欧及肇事驾驶厘清中。警方讲，这个赛车的人初步了解是无啉酒赛车，也会调看敢是去了解事发的原因。也若主办单位说明，活动拢依照规定办理意外险，也会予家属来协助。另外，协办的彰化县府也讲，已经派人关心甲进行后续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去高雄的寿山动物园佚佗，因为带囡仔上红眼车。这红眼车顶悬一般来讲，称在吊一寡袋仔内底有得食的物件。结果因煞拄到一阵高山要来抢食的。这民众为着要闪开，是规个人全咧爆发到。最近是发生袂少这款高山抢红眼车顶悬食食的情形。动物园甲专家都呼吁游客，寿山是高山的车地，民众若是去遐佚佗，尽量唔通早食的物件。狗脚伫红眼车后壁，甚至出手揪车顶的袋仔，一手抱囡仔的爸爸为着闪避佮跋倒。事发伫高雄寿山动物园门口，二是透早转来现场，有游客表示捌互抢过2摆。饼干还有那个饮料啊。对，然后你放着它会跑过来抢，这样。纸巾啊，什么都把它拿出来，就是避免他们会觉得很可疑，就会来烦。因为小朋友有好几次了，所以他们都知道。保全伫动物园附近巡逻，用水清惊狗，并提醒游客收好食的甲袋仔。专家表示，红牙车顶悬常常拢会挂真侪袋仔甲食的，故得互狗认定红牙车甲食的有关系。他只会觉得那是一台美食摊车。那其实像在国外呢，他们有一些野生动物的园区，有猕猴出没的地方。他们都是禁止去携带食物或塑胶袋，跟边走边吃，都是在限定的区域去饮食。囡仔欢喜摕草饲羊仔，寿山是台湾高山仔的车地，动物园因为有游客出入，嘛互狗习惯性伫附近找食的。动物园嘛想办法赶狗。园区的保全巡逻的方式，那我们目前市府也在宣导使用这种水弹枪，我们希望说用这种比较对猕猴不会有伤害性的方式来做这种威吓的动作。园区采到这无偌老的提醒牌仔，专家希望民众来到寿山，除了熟悉园区的动物，嘛熟悉当地野生动物，透过一直宣导降低抢食的状况，互人狗会使和平共存。记者陈环宇、柯正准高雄报道。政治的消息，咱要来看国民党昨昏举办全大会兼130周年的党庆。党主席朱立伦强调讲，袂允准台独的势力来伤害中华民国。也那立法院长，也就是国民党韩国瑜嘛有去参加。讲到即马国会三党拢无过半，互国民党要推动法案是真拼。不过即马国民党要修正地制法，去互民进党批评讲，这是为着要互李四川去参选新北市长来铺路。立法院长韩国瑜一个到场，就变镜头的焦点。国民党全大会甲130周年党庆，24伫桃园举行，包括前总统马英九，也甲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等等首长拢出席。党主席朱立伦致辞时阵提起两番议题，国讲无容允台独势力伤害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华民国的脊梁，绝不容许台独势力
伤害、摧毁我们的中华民国。因为进前传出南洋本土派叫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出来选党主席，不过王金平无来全代会引起关心。国民党文团会主委李干秀解说党中央是有邀请。会中另外一个焦点是头一届以国会议长身份出席全代会的韩国瑜，对党内伊讲，这个党拢无进步。国民党虽然是国会上大党，不过三党无过半的情况下，国民党的立委推杀法案也是真辛苦。国民党这一届的立法委员的确战斗意志，还有奋勇向前的精神，让我们为之感动。事实上，3党不过半的立法院，的确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南洋立委李干秀等人提出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想要取消人口限制，让直辖市无论人口数多少，拢会当设置3个副市长。让外界解读是要替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参选新北市长布局，会当更加方便。虽然人口数减少，但是无论是高龄化之后，在各项事务的推动，其实是越来越繁重所以这一次的修法其实是不是针对台北市？第4法应该通盘检讨。千万不能因人设事，避免为了国民党的选举而影响了全国的制度。调野公防法案唔是一件，外界关心的选罢法修法，若被要联合互罢免连署条件变严，估计29会伫立法院会，搁再引起调野表决大战。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前总统蔡英文23去加拿大参加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嘛发表演说。伊主张爱优先支持乌克兰，呼吁民主国家都爱更加团结，才会当阻挡威权国家扩大势力。而且蔡英文嘛宣布讲，明年2月这个论坛会头一届伫咧台北举办。出席第16届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前总统蔡英文一个上台，大家都拢徛起来拍拍欢迎。伊以马坎公共服务领袖奖的得主身份发表全体演讲。蔡英文除了感谢主办单位甲国际社会长期对台湾的支持，嘛呼吁民主国家会当更加团结，共同合作威权主义国家的扩张，所以主张优先支持乌克兰。For effective deterrence against authoritarian expansionism is fundamental to safeguarding our democracies and maintaining international order. That is why our continued support for Ukraine. 论坛内拢是民主国家的政要甲军事领袖，共同讨论安全合作。蔡英文表示，即马当是超级选举年，全球72个国家，将近世界一半人口，当地票选出因的领袖。国际社会面临真侪无确定因素，台湾嘛当面临军事威胁、资讯操控加认知作战，所以对国防的投资达到历史的新高。In this era of advanced technology, each and every democracy has to contend with FIMI, that is,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s and interference, as well as cognitive warfare. 中国自加拿大使馆伫官网回应，中方伫台湾问题的立场拢是同款的个明确，坚定反对任何台独分子以任何名义投放中国的建交国，搁敦促主办单位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不过蔡英文伫演讲的最后，嘛宣布明年2月论坛头一届会伫台北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到今是要斗来斗去。前顶礼拜六，以色列空袭贝鲁特，造成29个人死亡。隔两天，真主党发射差不多250粒的飞弹来反击，而且迄一暗，以色列搁一届空袭贝鲁特，造成1个人死亡。后面的外交部长访问贝鲁特的时阵讲，都爱甲以色列施压，挺好接受美国停火计划。以色列24拜日暗时继续空袭黎巴嫩贝鲁特，这是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报复反报复行动当中上新的一件。进前，真主党才向以色列发射250粒飞弹，也是真主党几个月以来攻击上凶的一摆。以色列军方表示，特拉维夫附近的厝有的被毁，有的都火烧起来。前一礼拜六，以色列伫一摆强烈空袭贝鲁特当中造成重大死伤。被射击的后面外长普瑞尔表示，美国提出的停火计划来等以色列点头。We must pressure the Israeli government and maintain the pressure in Hezbollah to accept the U.S. proposal for a ceasefire.
This proposal is pending with the final agreement with the Israeli government. 这摆外交注重在经济联合国安理会第1702号决议中心定会，结束2006年真主党以色列战争。真主党将伊战术撤回离黎巴嫩边境差不多30公里的所在，黎巴嫩军队部署伫完墙区内。美国特使哈克斯汀19访问黎巴嫩，甲当地官员参详一项大部分已经得到黎巴嫩方面支持的停火计划。哈克斯汀了后去以色列，甲总理纳坦雅胡甲国防部长卡兹见面。时阵，一个无出名的黎巴嫩外交官表示，这谈判有进展。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毋但是以色列真无平静，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教派冲突，有什叶派车队2日时阵受到攻击，造成至少43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即马什叶派甲逊尼派是互相咧报复，佮发生几啊件攻击案，目前至少已经造成82个人死亡。156个人受伤。平夜病房内底倒着10多名伤患，有人已经困去，有人佮精神眼神透露惊惊。巴基斯坦的凯布尔普什图省是甲阿富汗相接的边境省份，过去几个月一直爆出逊尼派甲什叶派教派之间的冲突。最近几天冲突是愈来愈严重，有2支什叶派的穆斯林车队，伫在警方保护之下，要去白沙瓦，煞伫库兰地区受到真侪枪手攻击，造成至少43个人死亡。دی واقع کې څه کله مطلب مطلب درې ځای دوی فایرینګ شروع کړل مومانس کې نیمو مخته ګوډی نه کسان کوشول زیړه کې ور سره وي مطلب کوم کور بوم باندې زیړه کې لګولې و مغه کور بوم خو کې متوشول غره ته وختل غره ته څو وختل پولیس مو ولې دمو پولیس ته لسونه اس پولیس کې مونږ پولیس اپ فایرینګ شروع مو هغه نه بعد یو کمره ته مزون وګرځل غره کې وګرځل当地教派人数以逊尼派穆斯林较侪人，过去捌因为相反的教派发生严重冲突，好一条主要的高速公路封路几个礼拜。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阵，高速公路才打重新开放1礼拜。伫事发了后，巴基斯坦的克拉区什叶派人士是发起示威游行，要求安全机构甲联邦政府来做调查。离了后2天，技术为着保护有武装人员，弄入去库兰地区一个庄仔头放火烧加油站，佮损坏民众的财产，又佮造成所在人死伤。部分居民是紧急避难去安全地区。当地政府是紧急召开会议，要求审查库兰地区上新的安全局势。各国双方会伫当地立誓，由什叶派的代表团伫当地的萨达区，甲逊尼派的社区领导人会面，针对解决双方的冲突来做协商。高级新闻台是董平耀。接下来，咱要来看第29届气候峰会刷稿，决定由排放大量污染甲温室气体已开发国家，到2035年进前，每一年拢要提供3000亿美金的气候融资，来支援这些弱势国家应对暖化的危机。不过，包括印度、奈及利亚甲古巴等等的国家，因拢认为这金额上少，所以反对通过这个气候融资的协议。主席宣布，第29届气候峰会 COP29 正式结束。经过真侪国的激烈谈判，甚至搁延长会议，参加峰会的真侪国家上尾要协议承诺已开发国家，到2035年前，特当至少提供3000亿美金协助开发中的国家，推动发展绿色经济，应对更加严重的气候灾害。It's the right thing for speeding up the clean energy transition, which is good for Britain and it will help protect us against climate change. 因为各国对气候融资问题已经真无共，互谈判一度融为破裂。有真侪开发中的国家真侪个气候离开，佮表示若是以开发国家无提供更较侪气候融资，会退出协商。而最后协议的3000亿美金，比暂时以开发国家所提供的1000亿美金，淹到2025年第9届经协权，嘛比2日提出草案的2500亿美金悬。部分国家只好接受。We were demanding 1.3 trillion once again, 1% of global GDP. What we got was 300 billion.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provisions that were included on the last version of the text, which made Panama accept it. 阿明形容这个气候融资协议是一个新机关。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是烦恼协议深度无够，敦促各国把这个协议看作一个基础继续发展，嘛强调和化石燃料时代结束，在经济上是必须要做的。也毋过包括印度、奈及利亚、古巴这些国家，拢认为金额太少，显示已开发国家有寡不愿意履行责任，反对通过协议。另外，
话，协议内底包括国家之间会当直接交易碳权，和已开发国家影响减碳状况真好的其他国家，买碳排的额度来弥补家己的减碳无够。也毋过有专家烦恼，若是无严格监管，可能颠倒会减弱全球阻止气候暖化的努力。国际新闻台是董秉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以色列表示，犹太教的拉比，也就是犹太教的精神领袖瓜甘，伊伫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去互杀害。当地伫咧今仔日宣布讲，已经有掠到3个嫌犯。那以色列是表示，这是一件反犹太恐怖主义的攻击。来关系菲律宾副总统萨拉，伊伫咧记者会时阵讲，伊已经有交代一个杀手，伊若是去互暗杀，就会去对杀总统小马可士。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调查，而且讲这是国安问题。根据法新社的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伫要3年啊。罗西亚为着要招募新兵，总统普丁宣布，报名要去乌克兰战争的人会当减差不多10万美金的债务。在地上头条，咱要来看又搁爆出食安的事件。有网友讲，陈瓜瓜的西门町的分店发现因店里的番茄粉唔拿去归原，甚至内底哪像阁有看到假纸，引起甲店员反映，嘛拢无积极处理。即马这代志爆出来啊，业者是发声明回失的，嘛讲这归原的调味粉会改做是单独的包装。那即马卫生局嘛已经介入稽查。二楼内用食物件所在，向暂停开放，看到告示牌广告全面消毒。一间有名的素食店陈瓜瓜赶紧来清洁消毒，就是因为食物件店内所提供的番茄粉，真明显规拢去规地。看较详细，真明显内底敢若有2只假纸藏伫内底，有食安的问题。西门店虽然是蛮热闹的地方，对，已经非常多人用过了，然后是刚好被我看到，被我发现这个事情，但是前面已经不知道多少人用过，我觉得这事情是蛮恶心的。出问题的分店伫台北西门町，网友讲对调味料这个所在摕番茄粉，安怎倒拢倒袂出来。内外掀开看到地行一条，那内底敢若有假纸甲假纸卵，很恶心。但是我觉得做事的难免直接加，有的话是多多少少都会有疙瘩。业者发声明核实的强调已经是查核全台有调味罐的门市，即阵确认拢无问题。不过对即日起全面禁止人客这所在提供粉罐的调味，改用一包一包的胡椒包。对着这个店长管理的疏失，总部也决议来个处罚。卫生局另针对人员卫生、食材处理及作业场所卫生等进行稽查，查有食品业者登录平台登录资讯不完整、抽油烟机不洁及未出示部分从业人员体检报告等缺失事项。陈瓜瓜爆出食安的事件，当地卫生局立时派人去稽查，就算到位进前，有问题受污染的这个番茄粉已经互洗煞，也阁发现店内有至少8项缺失，下令伫12月初进前爱改善完成，若无依照食安法这规定来裁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高雄一个部落，前2天啊举办传统的乌米祭典，不过所有民众看到因家乌猪仔绑咧，唔那甲站，搁甲起脚动手，这个行为防质期讲有酷毒动物的问题。针对这点，当地部落甲原民会解说讲，掠猪是因祭典的仪式，不过因会检讨。那动保处嘛讲，若有违反动保法，会搁调查。乌猪仔绑伫地高袂叮当，搁互人用脚斩头。民众23去高雄武林参观多纳乌米节，发现其中拍拉机灵活动，好亲像热带动物，地鼠猪仔一直惨叫。又踹啊，又踢啊，然后又压。虽然那些动物可能最后都要被宰杀，但是我觉得要被宰杀之前，也应该要受到尊重。部落青年走去运动场，乌猪仔行到四界走，搁互人饲伫涂骹。主办单位解说，活动是以饲的猪仔来模拟拍拉的人伫山林拍拉过程，是部落袂当欠缺的文化祭典之一。当猎物叫得越大声表示这个勇士就要去类似我们要去制服，然后表示他的战功。部落这里呢都有跟我们的农业局就动保处这边有申请说，就依据这个祭典的需求，所以会有一些跟动物相关的有一些装
发出类似这样的行为，那其实农业局这边也予以尊重。部落是5万外界当地改变尊重传统文化，不过动保团体有无同看法，认为任何民俗祭典拢不应该有虐待动物的地关。狩猎文化对生命跟自然是尊重的这样的精神完全违背了，而且这样的活动它更不利民众理解原民的传统狩猎精神，不利于族群的对话。祭典引起虐待猪的议论，原民会甲当地部落表示会检讨并加强文化教育训练，以符合大众的期待。动保处表示尊重原住民文化，不过嘛针对个案是不是有违反动保法进行查处。记者综合报道。下个月就是圣诞节啊，23的时阵，屏东加强巡视。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银行提出第7波信用管制措施，帮市的市草有较降温。不过，建商囤地唔动工的问题嘛引起关注。土地银行表示，11月份开始，超过期限无动工会加重处分，利率会起到1码，而且收回1成的租金。为了避免土地无利用，央行要求建商的买地贷款要伫18个月内开始动工兴建，若无银行要收回部分贷款利率，也加增加利息。土地银行董事长何英明针对超期个案加码利率1码，嘛要直接收回1成的贷款额度。加速的回收土建融的贷款这件事情，有助于他们在银行法72之2的30%的规范里面会有更多的空间。之前很多建商在抢地嘛。那就会有非常高的溢价率，那这个溢价率可能就会相对的降低。根据金管会统计，商办业务的主力公股银行为去年底的超期无动工买地贷款的余额达到2115亿，土地银行占1173亿。土地银行回应，到今年10月底的统计，土地银行的土地建筑用资无动工余额金额是913亿，比去年减少260亿。目前会当感受到建商对土地需求减少，中月底标案成交数敢若3至4成，一价率比进前高较低，每年帮持交易会减少。如果说现阶段这个政策上面或是一些银行呢，它可能在这些贷款方向上面呢有一些紧缩的情形呢，可能也会是影响是不是建商它再去调整房价上面有一些比较积极的脚步那可能也会是后续的变数。民间团体认为，土地银行的措施有可能让建商降低用地意愿，也是民众期待的压制房价。短时间内恐惊真歹看到价销修正。不过银行贷款的满水位，可望因为加重超期无动工的处分出现减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泡泡医师的议题要持续在谈，昨昏气科团体有成千人去街路抗议。希望卫福部24亿起考偏乡计划会当取消，保留先进外国学历的这个原则。不过卫福部这边是表示，偏乡起考计划招募的对象要有咱国起考医师的证书才会使。几礼拜的艺团体、艺系学生甲教师24下晡进上街头游行，就是要反对卫福部伫要推行24亿艺假偏乡计划，会大量开放国外学历实习名额。恐惊会造成咱台湾的医疗认证体系名声变歹。政府为了开波波大门，拟了一个24亿的假偏乡计划。我们要让这24亿真正进入偏乡，我们不能够容许民脂民膏被拿来帮权贵子弟铺当医生的后门。台湾基层艺医师协会甲本土小艺医联盟透过游行提出3大诉求，呼吁卫福部撤回24亿偏乡计划，保留国外学历采认原则，要甲泡泡实习名额限外籍入法。国际艺医校友联合会同款嘛伫下晡召开记者会，反对本土小艺医提出的无实在指控。本土小牙医联盟声称国际牙医在海外没有实习。那我们今天提供了多张的照片与资料，证明国际牙医学生在海外学习期间完成严格的临床实习，临床实作非常的扎实，相较台湾实习1年，国际牙医都实习2年以上。针对本土小艺医联盟的诉求，卫福部表示，依照即卖法规规定，当年50人的艺医师实习名额，拢有请专家学界共同讨论才定出来。若做真正要减少名额，必须依照司法管道重新讨论。我们完全都是以具我国牙医师证照，而且是以本国牙医本国学历的，所以这跟波波实在是无关嘞。卫福部表示，偏乡计划是新型计划，已经为明年开始编列经费，听到计划顺利推出了后，才有详细的作业计划。
记者综合报道。昨晖是全国语文竞赛上尾一天，正经演说这个比赛项目，选手伫咧比赛前半点钟，现场抽题目、看图讲故事，而且讲完爱甲评审对答，随问随答。有选手就认为讲，学校一礼拜才一节台语课，学的物件实在有限，才都要靠平常时的练习，才会有好的表现。我搁甲因做步咧比手画刀，做步食饼。我感觉一摆校外教学真正是足赞的。就拿摕正经演说的题目，参赛者拿用线派金门话讲校外教学的经验。另外，也有参赛者用北港的海口腔，在演说结束以后，参评判先生对答。什么款的因素，互你会当成功？好，因为我去年的时阵啊，我就当一个学生组织合作台语组写文章，逐礼拜写一篇。二是全国语文竞赛上尾一天，总共有22个县市代表队来到花莲县比赛。主办单位表示，这几年有哪来哪侪参赛者会用无同款的地方腔来比赛。吴书生认为，透过训练和比赛，除了传承，唔那认捌腔口测，嘛通提升自我认同感。我感觉会当各地拢保留落来，啊无这腔口就消失去了，足可怜的。咱一边学一边练，啊，咱最多甲咱的金门话甲传落去。嘿，啊，唔通讲金门话大真少人咧讲，咱就要对家己的语言有信心。教育部自81年甲正经式演说连做正式比赛，到当已经第4档。参赛者在比赛进前30分钟才抽题目、看图讲故事，这人拢是以生活经验上台分享。有参赛者认为学校一礼拜一节台语课，通学的实在有限，嘛表示就要靠平常时的累积，才通有好的表现。我台语课一节课就是无够，因为一节课老师讲的物件嘛无讲介济，差不多爱2-3节课，感觉才会当传承咱的台语、咱的母语。今年全国语文竞赛，根据教育部统计，计共有2491个参赛者。所有比赛包括正经式演说、朗读、含字、音字、行等等，拢伫咧24圆满结束。明年按算会伫咧台中举办。教育部希望透过比赛，通鼓励愈侪人登上台湾的语文自产。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华联报道。嘉义是蚵仔主要的产地，为着要观测海水的成分变化，也个污染，甚至是海洋内底塑胶粒仔。嘉义布袋启用海域水质的监测站，要来了解这对蚵仔的影响。机器设备当你对海水的水质来做监测，所有检查的状况嘛拢会透过电脑记录落来。嘉义县布袋上港的北堤正式启用海域水质监测站，提供12项的监测项目，会当24点钟掌握海域水质的变化。饲蚵仔就是温度甲盐度，我们有特别咧检测，啊，还有迄个 pH 值啊、油脂啊等等，拢咧检测，各来预防讲咱海边啊迄个塑胶碎片的浓度偌济，那提供互市民。嘉义县东石布袋沿海乡镇是饲蚵仔的产区，产量约要占台湾的一半。为着产业的环境甲食品安全，嘉义县伫海委会补助之下，伫布袋新启用海域水质监测站，而且佫设置塑胶碎片自动采样，要来随时注意塑胶碎片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一定要透过咱实际有去做，啊，才会当了解讲这个所在的塑胶微粒状况怎样，啊，进而了解讲啊，咱家的滤食性的牡蛎来讲，伊的体内敢会受了这个塑胶微粒的一个影响。嘉义县政府表示，嘉义县的海岸线计共71公里，东石甲布袋海域水质监测站，目的就是要来预防海洋的污染。水质监测的数字，除了予市民参考以外，嘛提供予学者甲相关单位，希望提升产业环境，保护嘉义县的海洋生态。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桃园日是举办头一届菜头节，邀请千外的民众做伙来体验洗菜头，而且了解客家食食的文化。音乐放落去了，现场上千位民众，甲男士国小的囡仔做伙跳16吨，带动现场的气氛。通知平顶区农会理事办2024平顶菜头节，有现场做客家菜包、生菜头 DIY， 甲农产巡礼等农事体验，互市民会当近距离接触农业。是第一次。今天来做什么？今天来做菜包、腌萝卜，我觉得很好玩。好玩。我们在家平常都会做啊，做腌萝卜，
还有那个萝卜糕，还有酱萝卜、萝卜干，什么都做。活动上闹热的就是青人做菜包洗菜头，互人叫做平民人生的菜头，会当煮汤、拍菜脯。桃园市平顶区农会自今年9月前到11月秋冬采收，互参加民众了解安怎种菜头，一个菜头的生长方式，安怎经加保存，佮动手做做好食的客家菜包加菜脯。体验菜头自产地到变做料理的过程。我们也往下扎根。今天好多校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推广食农教育，让我们的一代都能够了解我们在地的文化、在地的农业。桃园市种菜头的面积差不多16.13公顷，产量超过31万公斤，有下育、明利、办业中心、金高，甲大家较知影的台湾白玉5种品种。市府讲透过这边的活动，互民众落去田的慢菜头，感受农作物的生命力，家己做菜头料理，体验客家人爱物惜物，就地处在传统，也做到减少食物、减少浪费，在地生产、在地销售的永续农业理念。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天气啥款？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7度至24度。咱台湾的棒球队昨昏是以4分比0分共赢日本，头一届伫咧世界级的比赛摕到冠军。新闻最后，咱同齐来回顾昨昏真精彩的比赛。感谢各位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世界打拼每一天，若行困难的路，做伙较有伴。若是你有需要，唔通一个人大脚肚，咱斗阵就有希望。人生亲像野球，中华队赢了，台湾冠军，台湾冠军，台湾冠军！哇，结果是。较量。